喺呢個世間行走，你有冇留意過咁樣嘅現象？有啲人輕輕鬆鬆咁過日子，麻煩偏偏繞道而行，機遇反而唔請自來；而另一啲人拼盡全力，生活卻好似陷入沼澤咁，每一步都格外沉重。好多人將呢樣嘢歸咎於運氣，感嘆命運唔公平。但真相遠比呢樣嘢深刻，你嘅命運早就寫喺你自己身上，只係大多數人從未學識點樣去閱讀。佛門中流傳住一句直指人心嘅說話：想知道前世種落咗啲乜，睇睇今生嘅遭遇；想知道嚟世會收穫啲乜，睇睇此刻嘅所作所為。可惜世人成日誤解，以為多拜幾次佛，多捐啲香火錢，福報就會自動上門。呢個係根本性嘅謬誤。福報從來都唔係交易得嚟嘅恩賜，而係你自身能量場淨化之後自然顯現嘅光芒。如果你嘅內在頻率充滿咗雜質同噪音，即使財神企喺你面前，你都感應唔到份機緣。古老嘅經典裏面藏住一個秘密，當一個人身上嘅3個關鍵之處逐漸變得準淨，佢嘅生命頻率就會發生質變。呢3處嘅準淨程度，直接決定咗你後半生福報嘅深度同廣度。呢個唔係高不可攀嘅修行境界，而係每個普通人都能夠掌握嘅轉運之法。有人好盡一生都搞唔明白，有人一朝頓悟就豁然開朗。接落嚟嘅內容可能會完全顛覆你對努力同成功嘅理解，請放低雜念。我哋即將揭開呢3個關乎你一生福報嘅秘密。喺佛法嘅智慧體系中，有一個概念貫穿始終：準淨。但呢份準淨，並唔係指表面嘅一塵不染，而係一種能夠令因果扭轉、磁場重組嘅內在秩序。經文裡面有句震撼人心嘅粵話：心淨則國土淨。呢句說話被歷代高僧視為改變命運嘅核心密碼。所謂福報，喺佛學嘅視覺下，本質上係一個人嘅能量波動同宇宙高頻能量嘅共振。當我哋話一個人身上呢3處越嚟越乾淨，其實係喺度討論佢點樣剝離啲遮蔽本性嘅污垢。呢種準淨係極高境界嘅自律同覺醒，意味住你唔再向外找取，而係向內清理。喺呢套智慧裡面，當你清空咗內在嘅垃圾，好運自然唔請自來。福報嘅深淺就喺呢一念轉變之間。福氣唔係廚出嚟嘅，而係從呢種準淨中自然流淌出嚟嘅。只要你能守住呢3處準淨，你嘅生命磁場就會變得異常強大。啲曾經困擾你嘅阻礙同小人，都會喺你嘅清淨光芒下自行消散。好耐之前，雲霧繚繞嘅深山中有座古廟，住住一位年輕僧人，法號正情。佢嘅師父臨終前留低一句難明嘅粵話：世人都喺度求財求名求長壽，卻唔知福報嘅源頭只喺3處準淨之中。若能修得呢3處清淨，即使身處烈火，內心依然清亮。正情天性準樸，將師父嘅粵話記喺心底。為咗追求呢3處準淨，佢每日凌晨起身，將廟裏每塊石板擦洗到光可鑑人。佢每日只食簡禪嘅素食，連講嘢都吸到克制，生怕沾染咗世俗嘅俗氣。10年過去，佢嘅手腳的確乾淨，言語亦的確文雅。可係佢卻發現自己嘅心越嚟越沉重，壓抑、焦慮，甚至打錯嘅時候，腦海裡面成日浮現山下村民爭吵嘅醜態。佢覺得自己好似一個精美嘅瓷瓶，外表光潔，裡面卻裝滿咗陣年苦水。有一日，山裏嚟咗位形容枯槁嘅老油僧。呢個老僧着住補丁疊補丁嘅爛衫，赤腳行路，腳趾罅入面全部都係泥，指甲都裂開晒。佢行到廟門口，一屁股坐喺正情啱啱擦洗過嘅石階上，仲用對黑漆漆嘅手抹咗下面上嘅汗。正情眉頭緊皺，心中升起一陣無名火。佢壓住怒氣，行上前講：老人家，呢個石階啱啱洗過，你想休息嘅話，裏面有乾淨嘅蒲團。老僧抬起眼，對眼睛卻清澈如嬰孩。佢笑咗：細師父嫌我邋遢，可係我覺得你呢個石階仲污糟過我指腳。正情一拎，指住塊光潔嘅石面：我每日打掃，何來污穢？老僧從懷裏掏出塊乾硬嘅黑饅頭，咬咗一啖，含糊咁講：外面嘅塵埃掃把掃得啦，可係心裏嘅誠言，啲係千年鐵鏽，掃唔喐噶。你呢個石階上寫滿咗你嘅傲慢，你嘅嫌惡，
你對自己清高嘅執着，咁仲唔污糟啊？正情好似俾雷劈中咁，擰喺原地。老僧企起身，指住遠方俾霧氣籠罩嘅山谷。你喺度守咗10年死規矩，卻從未見過真正嘅福報。你想知道師父講嘅3處準證究竟喺邊度？就跟我行一趟。但呢第一段路冇檀香，只有刺鼻嘅惡臭同混亂。你夠唔夠膽去？正情睇住老僧對泥濘嘅腳，再睇睇自己白白淨淨嘅雙手，心中隱隱感到呢10年嘅乾淨，或者真係行錯咗方向。佢默默孭起行囊，跟喺老僧後面，踏入片從未涉足、充滿未知嘅霧靄之中。正情跟住老僧入到一片叫俗市嘅山谷，唔夠半個時辰，眼前嘅景象就令佢一陣陣作嘔。呢度唔再係山間清幽，而係個巨大嘅露天集市，空氣中瀰漫住腥臭，啲人面目猙獰，為咗幾文錢喺泥地裏面扭打翻滾。攤位上係腐爛嘅肉塊同發霉嘅草藥。正情下意識咁提起僧袍下擺，掂起角尖，生怕啲黑紫色嘅污水濺到身上。老僧卻好似反到自己後緣咁，隨手找起攤上一個沾滿污蠅嘅果子，喺爛衫襟上擦咗擦，咬到津津有味。細師父，你第一個唔乾淨嘅地方露出嚟啦！老僧斜眼睇住正情扭擰嘅姿態，正情忍住個胃裏面嘅翻騰，辯解道：前輩，經文話要守清淨心，呢度污穢不堪，晚輩避開佢，有乜唔妥？老僧哈哈大笑，隨手指向前面一個瞓喺臭水溝旁洗碗嘅老虎。條水溝裏面浮住各種垃圾，可係老虎神情異常專注，好似喺度察悉稀世珍寶咁。老僧輕聲講：你睇佢身處極度污穢，心頭可有半分嫌惡？而你企喺呢個山谷之中，心裏嘅厭惡已經堆得高過座山。你口口聲聲話要清淨，可係你眼裏睇到嘅全部都係骯髒。當你覺得人哋邋遢嘅時候，你嘅眼睛就已經被污染咗。正情拎住咗，佢睇住個老虎，雖然成面皺紋，雙手皸裂，但眼神裏面冇憤怒，冇自憐，只有一種近乎禪定嘅平靜。而反觀自己，雖然着住潔白僧衣，腦裏面卻全部都係對呢個環境嘅詛咒同對呢啲人嘅鄙視。呢第一處準證，叫念頭嘅準證。老僧停低腳步，神情變得嚴肅。真正嘅乾淨，唔係現唔到污垢，而係現到污垢都唔生煙莫心。你以為匿喺山上踩石階就係清淨？啲叫逃避。你嘅福報之所以唔增長，係因為你將個心關喺一個叫清高嘅牢籠裏面。你嫌棄呢個世界，世界自然都嫌棄你。你呢個滿心嘅分別念，就係塞住福報泉眼嘅第一塊大石頭。正講緊，前面傳嚟喊聲，一個衣衫襤褸嘅細路闖咗個大隻佬嘅剪袋，正俾幾個人按喺泥地裏面拳打腳踢。細路成面係血，卻死死護住懷裏幾文錢，眼神兇狠到好似仔細狼。周圍嘅人冷漠旁觀，甚至有人喺度叫好。正情本能咁想退縮，可係老僧卻推咗佢一下，去將你對乾淨嘅手伸入泥裏面，睇下你嘅慈悲究竟係寫喺紙上嘅，定係生喺肉裏面嘅。正情踉踉蹌蹌咁衝入片滾濁嘅泥地，當僧袍沾上黑臭嘅污泥嘅時候，佢個心臟猛咁縮咗一下。種刻喺骨子裏面嘅潔癖令佢幾乎想走，但佢睇清楚咗個細路嘅眼神，個唔係罪犯嘅兇狠，而係絕望嘅掙扎。佢張開雙臂當喺細路面前，忍受住拳腳落喺背上嘅悶響，大聲嗌：唔好打啦，呢啲錢我幫佢還。佢從懷裏摸出近有嘅幾枚銅板，啲係佢落山換鹽嘅錢。啲大隻佬鬧鬧咁闖過啲錢，碎咗啖口水先散去。正情轉身想扶起細路，只手伸到一半，卻僵住咗。細路成面血污，正對住正情對白白淨淨嘅手，狠狠碎咗一啖，沙啞住把聲吼道：假惺惺，你哋呢啲山上嘅人識乜嘢叫挨餓嘅滋味？講完，細路闖過泥地裏面，只邋遢饅頭，連滾帶爬咁消失喺巷弄深處。正情擰喺原地，滿腔委屈同憤怒一瞬間衝上心頭。佢心諗：我捨棄咗清修嚟救你，捨棄咗乾淨嚟護你，你唔單止唔感激，反而仲羞辱我。呢個世間嘅人真係值得救贖咩？
老僧唔知幾時行到佢後面，睇住淨情對沾滿血跡同口水嘅手，淡淡咁講：細師父覺得委屈啦，覺得呢個細路唔識好歹。淨情咬住牙點頭：前輩，我本一心向善，佢卻報以惡念，呢個世道嘅惡意點解咁濃稠？老僧蹲低身找起一把泥土，喺淨情件素色僧袍上狠狠一抹，留低一道猙獰嘅黑印。淨情驚呼一聲，老僧冷笑道：呢個就係我要教你嘅第二處準證，言語同念頭嘅污垢。你頭先救佢，係真係想救佢，定係想完成你行善積德嘅功課？當佢睡你嘅時候，你心裏面起咗一場風暴，你覺得佢整污糟咗你嘅慈悲，可係真正嘅慈悲係唔會被人整污糟嘅。老僧企起身，指住啲依然喺集市裏面謾罵撐斗嘅人群，語氣深沉：你睇呢啲人，佢哋每日講出嚟嘅說話好似刀，好似毒液，佢哋抱怨老天唔公，咒罵鄰里，詆毀親人，呢個就係所謂嘅口業之咎。你頭先雖然冇出聲，但你心裏面嘅獨白已經將呢個細路推落地獄啦。你嫌棄佢嘅卑微，其實就係喺度污染緊你自己嘅福田。好多人以為只要唔講粗口，就係口清淨，錯啦！真正嘅口清淨係當你面對惡語相向嘅時候，你嘅福田裏面長唔出一粒怨恨嘅種子。如果你嘅福報係個水池，呢啲怨念同反擊嘅衝動就係池底嘅淤泥，會令你嘅好運變得滾濁不堪。淨情低低頭睇住道黑印，心頭嘅火氣竟然奇蹟咁平息咗。佢開始意識到自己過去所謂嘅修行，不過係喺風平浪靜嘅湖面划船，而而家佢正俾人推入狂風巨浪裏面，去磨練課真正唔被外境轉動嘅清淨心。老僧帶住一身污漬嘅淨情繼續前行，離開喧囂嘅集市，嚟到一座華麗莊園前。莊園張燈結彩，絲竹悅耳，門口出入嘅全部都係衣着光鮮、談吐儒雅嘅名流雅士。老僧輕聲講：個係錦華園，裏面嘅人從來唔鬧街，講嘢滴水不漏，甚至連呼吸都帶住檀香。你覺得道乾淨咩？淨情點頭，比起頭先個集市，道自然係人間淨土。老僧冷笑一聲，拉住淨情匿喺莊園外嘅陰影裏面。冇幾耐，只見兩個相貌堂堂嘅公子並肩行出嚟，佢哋互相作揖，言辭之間盡係抬舉同仰慕。可係當其中一個轉身離去之後，留低位向地下睡咗一啖，低聲咒罵：若唔係為咗佢守你啲門路，邊個願意同呢種道貌岸然嘅蠢貨打交道？咒佢早日家破人亡。之後，莊園裏面傳出陣陣笑聲，卻伴隨住一種令人脊背發涼嘅陰冷。淨情見到啲外表光鮮嘅人，互相遞送住裝滿金箔嘅禮盒，眼神裏面卻全部都係算計、嫉妒同殺機，仲惡意，竟然仲黐過頭先集市裏面跳臭水溝。呢個就係我要帶你睇嘅第三處唔乾淨圈子嘅準證。老僧把聲喺夜色中格外清晰。世人成日以為同有剪有細嘅人喺埋一齊，福報就會多；同滿口仁義道德嘅人喺埋一齊，磁場就會好。卻唔知呢種虛偽嘅交際，正正係腐蝕福報最快嘅地方。你以為你入咗高層嘅圈子，其實你只係入咗一個更大嘅染缸。老僧盯住淨情嘅眼睛：細師父，你過去喺山上，圈子好細，只有你同師父，所以你覺得自己乾淨。但你落山之後，你個心亂咗，因為你成日想喺呢啲爛人爛事裏面揾公平，想喺虛假嘅人情裏面揾位置。真正嘅圈子準證，唔係指你身邊全部都係聖人，而係你識得斷捨離，斷掉啲消耗你能量嘅虛偽社交，離棄啲令你變得刻薄貪婪嘅人群。你睇啲名流，佢哋每日講淨月話，卻做緊最暗無天日嘅勾當。呢種負面嘅能量場會好似蛀蟲咁吸乾你嘅運氣。如果你唔從呢種渾濁嘅圈子裏面抽身，即使你每日念經默片，你嘅福報都會好似漏斗裏面嘅水，永遠裝唔滿。淨情感到一陣透徹心扉嘅寒意，佢回想起自己喺山上嘅時候，間中都會羨慕啲名聲遠揚嘅大法師，甚至諗過落山投奔名門。而家睇嚟，啲竟然係通往深淵嘅誘惑。佢低頭睇咗睇自己沾滿泥土，卻正逐漸變得坦蕩嘅心，隱約摸到咗三處清淨嘅門檻。
行出咗錦花園嘅範圍之後，老僧帶住淨情嚟到一處荒涼嘅山頂。呢個時候天色微明，晨曦嘅微光穿透咗厚重嘅雲層。老僧停低腳步，指住山下條蜿蜒曲折、交織住集市同莊園嘅小路，問淨情：呢一路行嚟，你嘅僧袍毀咗，鞋爛咗，身上沾滿咗你以前最厭惡嘅泥垢同臭氣。話我知，而家嘅你乾淨咩？淨情低頭睇住自己，僧袍早就睇唔出原色，指甲罅裏面仲殘留住泥地裏面嘅黑泥。然而，當佢閉上眼感受自己嘅內心嘅時候，卻發現咗一種從未有過嘅空靈。佢雙膝跪地，對住老僧恭恭敬敬咁合咗個頭，把聲清亮而堅定：前輩，晚輩明白啦。原來真正嘅乾淨，唔係避開污垢，而係內心嘅磁場唔再被污垢吸附。我嘅身體雖然邋遢咗，但我嘅心從未試過好似而家咁輕盈。三處地方，我已經揾到啦。老僧慈悲咁笑咗，個笑容竟然透出一股威嚴嘅佛性。佢慢慢咁講道：你能睇透，就係福報回歸嘅開始。第一處係念頭嘅淨，即使身處鬧市，心如止水，唔生嫌惡，唔起分別。第二處係語言嘅淨，唔禪只係唔出惡言，更係內心冇刻薄嘅回響，只有慈悲嘅流淌。第三處係磁場嘅淨，從此之後，你唔再隨波逐流於虛偽嘅應酬，唔為消耗你嘅人停留半步，你嘅福報自然會好似呢個清晨嘅朝露，聚沙成塔。就喺淨情抬頭嘅一瞬間，老僧嘅身影竟然逐漸淡化，最後化作一道金色嘅流光消散喺神鳳之中，只留低地上一粒晶瑩剔透嘅明珠。淨情拾起明珠，發現上面刻住一行細細嘅字：心淨則土淨，命自照福。佢終於明白，師父留低嘅遺言，唔係要佢去做一個唔沾塵埃嘅假聖人，而係要佢去做一個能夠容納萬物，卻唔被萬物所染嘅覺悟者。聽完淨情嘅故事，你係咪感覺到所謂嘅福報，其實就係一場關於生命頻率嘅斷捨離？好多人喺生活中成日覺得處處受阻，其實並唔係因為你唔夠努力，而係因為你身上呢三個核心嘅能量節點，除咗太多睇唔到嘅負面垢染。我哋要講嘅呢三處準淨，本質上係身、口、意三業嘅深度淨化。首先係念頭嘅純淨，喺佛學中被稱為意業。你有冇發現，現代人最攰嘅唔係體力勞動，而係內耗？我哋嘅腦海裏面每日都喺度上演無數場戰爭，對仲未發生嘅嘢焦慮，對已經過去嘅嘢悔恨。呢種念頭嘅唔乾淨，就好似喺你嘅運勢管道裏面塞滿咗雜草。當你嘅念頭充滿咗分別、攀比同敵意，你就好似一個自帶負電荷嘅磁石，只會吸引啲倒霉嘅人同事。佛陀講，一切為心造。當你嘅念頭變得純粹、專注，唔再隨意評判他人，你嘅能量場就會從混沌變得清澈。一個念頭清淨嘅人，即使坐喺度唔出聲，人哋都能感受到一種安定嘅力量。呢個就係福報開始匯聚嘅信號。接住係個最容易被忽視，卻殺傷力最強嘅地方，語言嘅準淨。喺佛學智慧裏面，言語唔單止係溝通嘅工具，佢更係能量嘅出口。好多人生活唔順，往往係因為口德漏咗福報，縱習慣性嘅抱怨，背後嘅議論，甚至係不動聲色嘅刻薄，都會喺你嘅生命磁場中留低深刻嘅裂痕。你諗下，一個成日講負能量嘅人，好運點咁靠近？語言嘅純正並唔係要求你只係講啲好引嘅奉承粵話，而係學識禁語嘅智慧。當你帳口唔再成為情緒嘅垃圾桶，當你吐出嘅每個字都帶住溫度同力量，你其實係喺度為自己修築一道堅固嘅福報防火牆。呢種準淨會令你喺人際關係中無往不利，因為所有人都渴望靠近一個溫暖正向嘅語言磁場。最後，亦係最能決定你人生高度嘅一點，就係圈子嘅準淨。喺佛學中，呢個叫親近善知識，遠離惡友。我哋每個人嘅能量都係有限嘅，如果你周圍嘅人都喺度消耗你，都喺度散播貪婪、嫉妒同焦慮，咁你即使再努力修行，都會被呢種滾軸嘅環境同化。呢種唔乾淨係致命嘅，佢會悄無聲息咁拉低你嘅志向，腐蝕你嘅清明。真正嘅圈子準淨，
係一種覺醒之後嘅果斷。佢意味住你唔再為咗啲虛榮嘅社交而強行融入，唔再為咗所謂嘅人脈去委屈自己。當你夠膽清理掉啲低質量嘅關係，你會發現你嘅世界變靜咗，你嘅心變闊咗，而真正嘅貴人同機遇，先會喺呢種準靜中精準咁揾到你。呢三處地方嘅清掃，唔係一朝一夕嘅儀式，而係一種長期嘅覺察。當你開始有意識咁洗滌呢三處垢染，你就唔再係個喺命運中隨波逐流嘅苦行者，而係一個能夠主宰自己福報嘅教悟者。關於念頭嘅徹底清淨，我哋必須深入到一個從未被觸及嘅角度，因果嘅終結。好多人以為清理念頭就係唔去諗壞事，但呢個只係表面。真正嘅純淨係當你面對生活中嘅逆境嘅時候，能夠瞬間切斷個叫受害者心態嘅劇本。你有冇發現，當我哋遇到唔如意嘅時候，個腦會自動彈出一把聲，點解係我？呢個唔公平。呢把聲就係最頑固嘅垢染。佛學智慧話我哋知，呢種施庸慣性其實係喺度不斷加固你嘅匱乏磁場。要洗淨念頭，你需要建立一種空性嘅認知。當你明白所有嘅挫敗其實只係過去業力嘅殘影，就好似電影幕布上嘅煙霧，你唔再去對抗佢，唔再賦予佢傷害你嘅權力，呢一刻你嘅念頭先算真正乾淨咗。呢種準淨能令你從無止境嘅心理內耗中跳脫出嚟，將原本用嚟糾結同痛苦嘅巨大能量轉化為創造福報嘅動力。當你嘅納心唔再為失去而哀悼，唔再為未得而焦慮，你會發現好運嘅本質其實就係一種心無雜念嘅頻率。呢種頻率會令你喺處理任何世俗事物嘅時候，都擁有一種近乎直覺嘅精準。接住，我哋必須講下仲能令命格反轉嘅語言力量，慈悲嘅頻率演繹。喺之前嘅解釋中，我哋提到咗守住口德，但更深一層嘅修行係點樣用語言去改寫你嘅生命程序。佛家講愛語，呢個唔單止係禮貌，而係一種調頻工具。你試下觀察自己嘅日常，即使唔鬧人，我哋係咪成日講煩死啦，冇辦法，真係黑仔？呢啲睇落微小嘅口頭禪，其實係喺度不斷向宇宙落定禪，確認你嘅貧窮同困厄。語言嘅極度準淨，係連呢種韌性負能量都要徹底剝離。當你開始有意識咁用呢個係一種轉機取代，呢個真係個麻煩。用多謝你嘅提醒取代你憑乜嘢指責我，你其實係喺度用高頻嘅語言去重塑你嘅潛意識。呢種轉變最神奇嘅地方在於，當你長期堅持呢種準淨嘅表達，你周圍嘅小人會逐漸消失，因為佢哋嘅低頻能量無法喺你高頻嘅語言場中生存。呢個就好似光亮起嘅地方，暗影自然磨柱遁形。你吐出嘅每一個詞，都喺度為你未來嘅福報鋪路。最後，關於圈子嘅準淨，我哋要觸碰到一個社交真相：能量嘅守恒同借用。好多人唔敢清理圈子，係怕失去人脈，怕孤獨。但喺佛學嘅深層邏輯裏面，低質量嘅社交唔單止係浪費時間，更係喺度借債。如果你身處一個充滿比較、嫉妒同物欲橫流嘅圈子，即使你只係坐喺度唔出聲，你嘅靈性都會被啲俗氣熏染。呢種唔乾淨係滲透式嘅，佢會令你喺不知不覺中變得世俗、焦慮。真正嘅純淨係學識孤獨咁盛開。你要明白，你嘅福報唔需要透過討好任何人嚟獲得。當你夠膽切斷啲令你感到疲憊、窒息嘅關係，你會經歷一段睇落孤獨嘅真空期。但請記住，呢個正正係福報重新蓄水嘅階段。喺佛法睇嚟，只有當你清空咗啲雜亂嘅雜草，真正嘅善友同貴人先有空間行入嚟。呢種準淨係一種對自我嘅級度尊重，佢令你唔再喺人哋嘅期待裏面卑微，而係反倒咗自己嘅重心。當你守住咗呢個純淨嘅圈子，你嘅能量就會好似一潭深水，清澈、深遠，而且極具穿透力。如果只係話你少抱怨、多靜坐，咁呢個同普通嘅勵志文拼無二致。佛學嘅實用性在於，佢能好似手術刀咁精準咁切除命運中嘅墜樓。要真正令呢三處地方乾淨，我為你準備咗一套更隱秘、更具穿透力嘅能量置換術。首先係關於念頭嘅真空斷層法。喺佛學高級禪修中，
有一個概念叫前念已滅，後念未生。當你發現自己陷入糾結或內耗嘅時候，唔好去壓抑佢，而係試下尋找個念頭之間嘅罅隙。你可以做一個極簡嘅練習，當焦爐咁襲嚟，即刻盯住身邊任意一個靜止嘅物體，例如一張台或一棵樹，喺心中快速默念：呢個只係念頭，唔係我。持續10秒鐘，呢個動作能瞬間切斷你同負面念頭嘅黐連，好似喺渾濁嘅水中強行置入一塊夾板。透過呢種練習，你會逐漸發現，啲原本令你心煩意亂嘅念頭，其實根本無根。呢種真空狀態下嘅念頭純淨，能令你嘅腦袋騰出巨大嘅空間，去接收宇宙中啲高頻嘅靈感同覺察。呢個就係腹部喺智慧層面嘅顯現。其次係鉗對言語嘅腹部封印術。我哋要改變嘅唔單只係講嘢嘅內容，更係講嘢嘅發生位置。你觀察過嗎？啲腹部深厚嘅人講嘢往往語速平緩，把聲低沉而有力；而運氣差嘅人往往語速急躁，把聲虛浮喺喉嚨眼。呢個喺佛學中涉及氣嘅準證。你可以試一種閉環表達法，喺開口講嘢之前，舌尖微微抵住上顎，感受一瞬間嘅靜默。當你要讚美他人或者表達善意嘅時候，想像把聲係從丹田升起，帶住一種穩重感；而當你要評判或抱怨嘅時候，試下將股氣喺心口化掉，而唔係從口中吐出。呢種對氣息嘅調控，其實係喺度修辭語業嘅準證。當你嘅語言唔再係隨意揮發嘅氣體，而變成咗有質感嘅、能夠落地生根嘅力量，你嘅話語權同影響力會成倍增長。呢個亦係一種現實中嘅貴人運。最後，關於圈子嘅磁場重構儀式，我建議你進行一次能量審記，攞出一張紙，寫低你最常接觸嘅5個人嘅名，然後喺每個人名後面標注佢係俾咗你力量，定係抽走咗你嘅能量。佛學講依報隨着正報轉，如果你周圍嘅人都喺度不斷向你索取、抱怨，你其實係喺度幫佢哋承擔業力。聰明嘅做法係，你唔需要大張旗鼓咁絕交，而係學識頻率降噪。當啲負能量嘅人揾你傾訴嘅時候，你保持一種慈悲嘅透明狀態，聽但唔共情，睇但唔入戲，想像自己係一面鏡，對方所有嘅污穢都只能影射喺鏡面上，卻無法滲透入鏡背後嘅你。透過呢種心智上嘅剝離，你會發現啲消耗你嘅人會因為得唔到回饋而自動遠離。呢種圈子嘅準證唔係物理上嘅隔絕，而係你建立咗一個任何人都無法侵蝕嘅腹部裂界。當你真正掌握咗呢套能量置換嘅方法，你就唔再係被環境塑造嘅普通人，而係一個自帶淨化氣嘅生命體。你會發現生活中啲坎坷竟然喺度悄悄為你讓路，呢個就係清淨心帶嚟嘅最高獎賞。走不至此，我哋好似一齊經歷咗一場穿越靈魂泥濘嘅洗禮。你會發現佛學所探討嘅腹部，從來都唔係乜嘢玄之又玄嘅天機，而係一個人徹底睇清自己之後所升起嘅一種斷捨離嘅勇氣。我哋喺呢個喧囂嘅世界裏面活得太耐到習慣咗喺身上堆起各種沉重嘅蓋甲。我哋以為念頭越多，代表越聰明；以為言語越鋒利，代表越有力量；以為圈子越廣，代表越成功，卻冇發現，正正係呢啲所謂嘅擁有，好似一層又一層厚重嘅塵垢，嚴嚴實實咁遮住咗我哋本自具足嘅靈光。佛陀曾經喺菩提樹下感嘆：眾生皆具如嚟智慧德相，但以妄想執着不能證得。呢句跨越千年嘅嘆息，其實就係喺度話我哋知，你原本就係圓滿嘅，你原本就擁有無量嘅福報，只係你而家太邋遢啦，重到命運用盡全力都無法將你拉出迷霧。呢一場關於三處準證嘅探索，本質上係教你點樣卸落呢啲虛假嘅武裝。當你開始清理念頭，你會發現內心其實有一片平靜嘅海，足以映照出命運最清晰嘅航向。當你開始提煉言語，你會發現每一個善念嘅套路，都係喺荒蕪嘅生活中種落一朵金色嘅蓮花。當你開始精簡圈子，你會發現啲曾經令你疲於奔命嘅社交，不過係過眼雲煙。唯有納心嘅篤定，先係你真正嘅羽翼。呢種準證絕對唔係一種消極嘅閉誓，
而係一種極度清醒嘅進取。當你身上呢3個地方變得透明純粹，你就唔再係個喺因果輪迴裏面跌跌撞撞嘅受害者，而係一個能與宇宙高頻能量共振嘅掌舵者。你會發現，原本啲令你頭痛不已嘅麻煩，竟然喺你嘅清淨心面前煙消雲散；原本啲求而不得嘅機會，竟然跨越千山萬水，只為與你相遇。呢個唔係奇蹟，呢個只係你終於洗淨咗扇窗，俾陽光自然咁照入嚟。喺當今呢個充滿喧囂嘅時代，我哋太需要呢種減法嘅智慧啦！大家都喺度拼命咁求財、求名、求保佑，卻唔記得最靈驗嘅道場，其實就喺你每一個起心動念裏面，就喺你每一次開口講嘢之間，就喺你每一次選擇同邊個同行之中。福報唔需要向外求，因為當你變得乾淨咗，全世界都會嚟成全你。呢一刻，我想請你靜靜咁回想一下，喺呢一刻之前，你身上係咪都堆積咗太多唔足於你嘅負累？你係咪願意從呢一秒開始，好似淨情咁，將對沾滿世俗塵埃嘅手放入清澈嘅覺醒之水中洗一洗？修行唔係為咗變成一個完美無缺嘅人，而係為咗揾返個最開始、最乾淨嘅自己。如果你覺得呢段內容對你嘅靈魂有所觸動，或者令你喺迷茫中睇到一絲光亮，請一定記得分享俾啲仲喺泥潭中掙扎嘅朋友，或者你嘅一份分享，就係佢轉運嘅開始，亦係你儲落一份深厚福報嘅契機。最後，我想留俾你一個值得用餘生去回答嘅問題：如果呢一刻命運係一面鏡，映照出你當下嘅念頭、言語同圈子，你睇到嘅係一個被繁雜鎖住嘅囚徒，定係一個如如不動嘅覺者？願我哋都能喺往後嘅日子裏面，身披清淨，腳踏福田，不亂於心，不困於口，不困於情，感悟佛法智慧，點亮心燈。歡迎訂閱我哋，與智慧同行。